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把握机会。咱顶回咧讲，即个以弗所书第5章16节中间，即个 Kairos 即个公音即个字吼，除了时间以外，阁有时机甲机会意思。所以咱顶回分享爱惜公音。咱今日要来分享把握机会。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求来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求你赏赐阮智慧，也互阮有安静的心，会当领受你的话。阮确信你的话充满气力，会当更新调整、改变阮的生命。阮将阮本心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引带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先来看 Kairos 这个字吼，这个字就是公音，嘛是机会吼。其实吼，伊伫这个希腊文的中间吼，伫希腊的神话中间，伊是一个神明啦吼，叫做机会之神吼。若根据迄个伊的形象吼，咱来看，才有一个雕像吼，伊就生做安尼啦吼。这咱是，伊有啥物特殊的所在吼？咱这雕像咱看袂啥清楚吼。我用另外一张图互大家看吼。伊即个机会之神，这 Kairos 吼，伊的形象外观的形象吼，真特别。就是吼，第一，伊头毛型甲人无啥相共吼。伊吼头毛头前吼一大撮，后壁是光头的。后壁是光头的吼，为什么会安尼呢？其实就是讲吼，这机会若来的时阵吼，若对你面前来，你若无来掠，马上来掠掉头前这撮毛吼，伊若互伊闪过了吼，后壁就光溜溜啦，掠袂着啊。吼，咱来看伊的形象吼，伊有两个膝嘛，对无吼？其实吼，伊的骹拢有膝。表示啊啦，伊走了足紧，所以若机会若来吼，你若无掠掉的，伊一下就走过啊，所以这就是机会 ，Kairos 这机会之神伊的形象，其实互咱真侪启示，机会吼是一万年的消息的，咱讲这个公音 Kairos 其实有两机会意思。咱的生命拢真短，伫短暂的生命中间，咱爱把握时间，但是咱嘛爱把握有限的机会。所以牧师今日要甲大家好好来分享这个把握机会这个主题。机会是一下就消失的，对真侪层面来看，拢是安尼。咱若有咧投资做生意的人拢知，有真侪机会吼，你若无把握掉的，失去。就真困难，搁再有，所以华语有一句话讲：机会是安那可遇不可求。意思是讲，真正好的机会是真困难创造的。你只有好运拄着，拄着就安那，爱好好来把握。咱爱把握机会，所以今日牧师要分做今日这讲题要分做两大部分来分享。第一大部分，咱先来分享讲，咱要安怎去把握。咱来做什么款的准备？第二个部分，咱较来分享讲，咱应该爱伫什么款的代志顶面把握机会。首先，咱先来分享安怎把握机会。把握机会第一件代志就是你爱警醒、爱准备啦。有一句话安尼讲：机会是属于准备好的人。你若准备好，机会一来，你就马上会当去来掌握。所以有准备甲无准备有真大的差别。大家敢会记得耶稣捌讲一个譬如就是十个在色路的譬如10个童女的譬如耶稣咧讲这个故事其实有一个背景，就是甲犹太人的婚礼有真大的关系。当时阵犹太人的婚礼通常拢是伫暗暝咧举行
啊，伫暗暝举行的时阵吼，新郎甲新郎的朋友吼，因会先集合做伙去新娘的厝吼。然后到新娘的厝了，伊就照当时阵的宗教规矩来举行结婚典礼。啊，礼成了，较将即个新娘带转去查甫的厝。啊，因就是安尼结归群了，要去新娘的厝吼。啊，即个时阵新娘爱做啥物款的准备？伊爱找有几个伴娘，几个伴娘准备好势来迎接即个新郎来，啊，即个孝女啊是讲，即个在媳女吼，因爱准备啥物货？通常拢爱准备灯啊甲油，因为是暗暝新郎海来，所以当新郎来的时阵，因就爱提灯，啊，这油灯点火出去迎接新郎入来，然后将新郎甲新娘进入这个宴席中间，啊，伊享受这宴席的快乐。啊，耶稣咧讲这个故事，这个譬如讲有10个少女因手内提油灯咧听候新郎来。其中5个是愚妄的，5个是聪明的愚妄的啦，愚妄的伊有准备灯，但是油准备了无够。啊，聪明的有准备灯，佮有准备油。啊，因为当时阵暗时咧赶路有时时间真困难按算，所以有时会迟到。啊，当时要来嘛毋知。啊，这10个少女就伫遐听候到半暝的时阵大家拢拄久啊。突然间有人大声话讲：“新郎来啊，赶紧出去迎接因。”因遐雄狂起来要出去迎接新郎。结果5个聪明的这个少女因拢有点油灯出去迎接这新郎。啊，出来才发觉讲油准备了无够无通点。啊，就甲这个其他5个人讲：“啊，恁敢能分阮一寡油？”因就来讲啊，我油就准备家己点的尔，袂当甲你分享所以恁赶紧去买啊，就是因去买这段时间新郎已经到，所以已经这5个聪明的少女将这新郎迎接进入这新娘的厝内底举行婚礼，啊门就关起来，啊其他5个愚妄的就无法度参加婚礼耶稣咧讲这10个。这个少女的譬如原本的是提醒大家爱准备将末的来临这甲今仔日咱大讲节有真大的关系咱嘛要用敬虔的心去听候主要所基督降临但是伊当时嘛，互咱明白，机会一旦错失，要搁找到是真困难的。所以准备是真重要的咱毋知影上帝要互咱什么款的机会？什么时阵机会会来，咱嘛毋知。但是如果你若有准备好势，机会一旦来，咱就当把握。比如讲，咱常常若讲有意爱甲别人传福音，无需要互你一个功课。请你当去了，你爱写一篇3分钟的见证。3分钟就好，毋通写3点钟3分钟的见证就好这等下我较来讲，为什么要写3分钟因为你若有3分钟的见证，你若有机会拄好当对别人传福音当机会来了你有准备，你就安怎来了安安有机会来的时阵，咱一定要抓牢的抓牢这个机会咱拢知影，咱若无抓牢这个机会机会有时阵就失去。咱看圣经中间有记载一个人，就是耶稣伊伫这伯大尼一个生太哥的西门厝内底咧坐道的时阵众人中间有一个妇人人，伊摕着一盘这个至贵的真诶哪搭香油，拍药盘，将这香油献给耶稣。咱来想看觅，历史上哪有一个人有这个机会为耶稣的死亡做准备？所以耶稣来学了讲，这件代志一定那我的福音传到倒位一定要互人知影，伊做一件美好的事。
全人类历史中较了这个富人人，有这个机会来替耶稣的死亡来做准备，然后将伊准备好的这个香油献给耶稣。所以机会是真奇妙的，有机会咱就爱把握，一旦失去就无。咱来掠掉所有的机会，也恳求上帝，互咱有机会。掠掉机会了，咱来运用咱的智慧，因为咱有准备当机会来临的时阵，咱就爱求上帝有智慧，咱有一句话讲：食紧弄破碗，咱问通看机会来，咱就真欢喜，结果到时无智慧做毋着代志，安尼就无好。所以求上帝，互圣神充满咱。拄则圣经嘛讲，爱圣神充满咱，互咱有智慧会当做适当的准备，来讲出适当的话，才当把握上帝互咱的机会。我过去伫台南的时阵有迄个游泳运动的习惯所以我有时阵常常会买迄个月票会去迄个游泳池游泳我游泳池的设备除了游泳池以外佫有迄个互人休困的所在也有迄个蒸汽室甲烤箱所以阮有时阵一定虽然无足熟但是常常去运动的人拢会伫迄个烤箱内底，大家伫遐开讲。通常拢是讲一寡新闻啦，讲一寡社会发生的代志通常我拢伫边仔听啦，听因讲啥，若是真趣味大家伫遐咧讲结果有一遍有其中有一个人就讲起伊去教会的经验伊对迄教会的印象无啥好啦就讲伊去一间教会拄着啥物款的代志讲的我想讲，我是牧师咧，听伊安尼讲教会无啥好可能伊去迄间教会拄着伊家己拄着的经验无啥好所以我爱解说一下啦所以这个时阵我就爱把握迄个机会求上帝，互我有智慧会当好好对因讲而且我拄则讲爱讲几分钟，3分钟对无？因为伫个烤箱内底，你若讲3点钟，大家都热死。所以一定爱讲3分钟啦我头起的时候，我嘛袂当甲伊辩论啦我就讲我过去对教会的印象是安怎后来我是一个无道友去教会我所理解教会是安怎去简单讲一个3分钟我的见证大家去听真趣味我叫我继续讲所以我就真正放大来讲这是我第一遍吞巴找讲道啦所以咱有机会咱就分享出来而且咱咧爱运用上帝互咱的智慧咱若当安尼用我相信这机会咱会当好好把握好，所以咱有3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咱爱准备好势，第二个就是咱爱抓到机会，第三就是爱运用咱的智慧接下第二个部分，牧师要来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咱既然知影安怎去把握机会了，咱也爱明白咱把握机会是爱做上界重要的代志。啥物是上界重要的代志？牧师要甲大家分享4项希望这4项会当互大家帮助第一项，我感觉上界重要就是把握机会爱安怎接受救恩这是上界重要的代志咱来把握机会来做，这是领受耶稣基督为咱备办的救恩。咱在座如果有一寡兄弟姊妹，你还未受洗咧，还未准备好接受耶稣基督互你的救恩，牧师要来考劝你，赶紧把握机会，把握机会去接受这个世间上界好的礼物。这是真重要的代志，这是跟咱的生命、跟咱的灵魂有关系的代志。如果咱中间已经接受救恩的兄弟，咱就安怎持守上帝给咱的恩典。咱今日是
传统美国也是讲北美的即个感恩节其实咱逐工拢爱感恩啊。咱想讲上帝互咱遐尼济恩典，咱是安怎去回应即款的恩典？爱接受，而且爱回应。咱过几礼拜，咱教会举行圣礼典即回有10外个兄弟姊妹要接受洗礼，其中即边上界特别的是讲，有真侪青少年伊要跟信的牧师感觉真感动即群青少年因已经做一个决定，这是一个美好而且荣耀的代志。救恩已经为大家准备好，请大家爱把握机会。第二项，好的物件爱甲好的朋友分享。接受救恩了，咱就爱设法分享出去。咱设法分享出去。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如果咱相连教会所有兄弟，大家拢有这款的心志，我领受到这么好的福音，我应该爱赶紧来分享出去。大家拢会当安尼做我相信咱教会就是会变做一间上帝所使用宣教的教会。大家要有迄个热切的心志咱每一个礼拜拢中间拢有一个奉献对无？奉献了，咱拢会吟首诗歌对无？圣诗306首大家拢捌吟嘛但是咱拢吟第40尔嘛我的经文献互你于是咱来理解就是讲上帝互咱有机会咱甲非信徒来往爱有智慧，爱把握机会，就是将福音分享出去。我咧讲即个圣诗306首，其实伊有一个真水的故事。伊的作者是叫做哈佛加尔即个小姐。伊出世伫1836年，伊老爸是圣公会的牧师。伊细汉的时阵真爱音乐伊7岁伊就当家己写词写歌但是因为伊的身体较懒所以就影响伊的心智就较软弱常常真苦闷真消沉。一直到伊14岁的时阵，有一遍伫礼拜中间，因教会咧举行圣礼典咧圣餐的时阵。因为伊还未跟信礼啦，所以伊就袂当去领受迄个圣餐。但是伊看到别人咧领受圣餐的时阵，伊突然间心中有一个感动，伊讲：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伊拍破的身躯是为着每一个人所献的。所以伊心中就非常羡慕，讲我以后爱得到这款的恩典，我嘛要甲大家做伙同齐道，做伙来守圣餐。所以，伊15岁就是过年，伊就马上跟信礼对于跟信礼了，伊就整个人生观念拢改变对原本的真忧闷、真忧愁一个情形下面伊变做心内真喜乐常常甲别人分享福音，伊就四界去旅行报道。而且借着伊写的著作，甲别人通批，甲伊写的这诗歌，来帮助各地的信徒。所以伊一世人留100多首圣诗，其中咱上解熟的就是这圣诗306首。关于伊写这首诗伊伫个日记中间有写讲为虾米伊会写这首诗？伊讲伊有一遍向邀请去。别人因兜做人客，伊准备要伫遐住5天。伊去到迄天的，伊这家庭的时阵，发觉讲，伊这家庭中间有10个成员，其中只有几个还是基督徒，但是伊讲，因其实是无快乐的基督徒啦。剩的拢还未信主，所以伊就求上帝讲上帝，我若有5天的机会，你拜托你，互我有机会来将福音带互这个家庭的人，互因全家拢会当得救。伊就撇册祈祷时常甲因交谈的时阵分享。
但是改成到最后一天吼，抑阁还未有成果。结果最后一暝吼，大家拢去困啊。伊心中也咧烦恼讲啊，即家人还未信主，啊，就伫迄个厝内底，伫个房间内底咧祈祷。突然间有人来拍门讲：“我咧讲吼，因中间有两个即个查某囡仔吼，开突然间伫遐咧哭啦，足伤心咧哭，请你赶紧起来看。”所以这哈佛家的律师吼，伊就马上去到这两个查某囡仔的房间，了解因的情形，甲因分享，甲耶稣介绍互因，互因明白讲耶稣会当帮助因人生所有的困境。结果吼，伊无想到圣神真正动工吼，伊讲当时阵因头去咧啼哭，到落尾吼，甲因讲了，突然间因拢真喜乐咧唱，讲规暝大家拢真欢喜，毋甘去困啊，规暝拢用娱乐来奉献家己做活祭，大家拢决志。讲这个时阵吼，这首歌的歌词，一行一行的拢对伊的心肝产生出来，伊就赶紧来写落来。这首歌吼，其实是真特别的一首歌吼，伊是咧讲。咱爱将咱全部拢奉献给上帝。咱拢唱第四节尔，第四节是写金钱啊。但是我知影巴克的牧师伊伫台南的太平间教会咧做小会议长的时阵，若有人要受洗咧，伊咧问道理的时阵问到尾伊拢会叫因念这首诗歌，讲我的性命献互你，做你路用到死。时刻每日献互主，归荣光你万年久。伊就念第一节了，伊就问讲：你有要安尼做无？迄人讲有，我叫念第二节。我的手爱你命令，为着我主做车用，我脚也爱为你献，常常替你行无善。然后伊就问讲：你有要安尼做无？一直对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如果这人拢讲我愿意。安尼，巴西牧师来接受伊，来替伊行洗礼。所以这首诗歌是一个遐爱分享福音的人所写的。所以咱每一遍咧吟这首诗歌的时阵，咱会明白伊的作者就是一个迫切希望别人会当得到福音的人。今仔日咱等下要吟的这首诗歌。是圣诗496首，新圣诗。咱伫咱的周报内底第4页，有因这个诗歌，这诗歌牧师嘛要甲大家来分享。咱今仔日伫台湾，咱去甲别人分享福音，咱毋免受到啥物款的迫害，但是伫真一个国家，毋是安尼啊。新圣诗的496首，伊是来自伊朗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伊的作者是一对爸仔囝，一对爸仔囝，其中老爸是主教，伊的囝真少年，伊这主教伊叫做哈山主教，伊原本是出世伫一个真崇尚的家庭，老爸是一个回教徒，也是一个修理鞋仔，但是伊老母是信主的，所以伊细汉就被送去教会学校来读册，所以17岁的时阵伊信主。后来因为伊外文真好，英文真好，所以当时阵英国有派一个圣公会主教叫做汤普逊。去甲伊朗，做伊朗的主教，伊就做伊的翻译官，帮伊翻译。后来，这汤姆逊看伊这少年人，真可处，就来送去英国的剑桥大学，来训练，互伊变做一个牧师。所以1950年，伊就伫英国剑桥大学伫遐读册。
然后等下到伊朗了吼，伊就甲即个汤普逊主教的查某囝吼玛格丽特谈恋爱，而且结婚吼，所以就组成即个家庭。这就是这哈山主教吼，这是玛格丽特女士，这是伊唯一的独生囝吼。这首诗歌吼，就是伊吼，这老爸甲这个囝做伙做的吼。但是咱来看这个，咱的周报遮有印一纸对无？讲这个囡仔吼，这个，这个吼，伊伫做这首诗歌无偌久了，伊就被人暗杀。伊伫一天开车要回去的时阵，拄着迄个暴徒。伊伫火教的国家有诶一寡是真真激烈的所以来暗杀。这是首诗无偌久了，5月正6，就是伊朗宣告。然后因全家拢受到迫害，后来不得不离开伊朗，去到英国的所在。后来，这个主教，这个哈山主教又写一个为伊个囝的祈祷文。你若去网络，你会通搜寻吼。我翻译其中的一段，互大家听就好。伊讲：我真毋甘，但是我无怨恨。我希望这个独生囝的死亡会当带来意义。伊讲：伊对伊个囝受暗杀去体验着。上帝安怎将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赏赐予人类，替人牺牲？伊讲主耶稣，你搁来的时阵，除了纪念我的囝，更加纪念遐害我的囝的人。因毋知影家己做啥物，叫你用你的血来赦免伊。虽然今日等下咧吟这首诗歌吼，咱知这是一个宣告者的心声。伫一个受迫害家庭中间，无论安怎，有缘对家己的同胞残害伊，伊有缘对伊的同胞的灵魂有负担，拼命要将福音分享出去的一个家庭。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伫台湾，咱要分享福音，咱免受啥物款的迫害，但是咱就是。好像无啥物好歌好，但是咱看见有一群人，就是遐尼，甚至奉献家己的性命，是为着要拯救灵魂。咱真正要好好把握机会。第三项，咱来把握机会做啥物货？是爱享受关系。上帝予咱一个真大的祝福是啥物货？是予咱会当甲别人建立关系。但是咱往往常常受伤害上济嘛是甲别人的关系，这点咱一定要清楚去看见。伫未来，我希望咱好好把握甲咱的亲人朋友聚集的时间，会当好好享受上帝所赏赐的团契。这是上帝予咱一个真大的礼物。毋通到有一天咱真正爱分开的时阵，都无法度去享受这款的美好的关系。最后一项无需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咱来把握机会，加做一寡好的事。伫圣经中间，耶稣捌讲一个故事，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嘛。这个故事大家拢真熟。什么人上早有机会去做好代志？是祭司嘛。然后是利未人，但是因拢放弃嘛，因把机会留予撒玛利亚人。后来撒玛利亚人变做耶稣所讹热的人。圣经同咱讲有机会就正人行好，信徒一家人更加爱安尼。上帝予咱有行好的机会，咱就爱把握。咱伫一当中间会当做一寡代志。美好的代志，毋简单荣耀上帝，也互咱的生命更加美好，也互别人带来祝福。咱阁无偌久就要今年要过了，
伫新的一冬，无数嘛，讲咱拢有计划，好好来把握上帝予咱的机会，接受救恩，分享福音，行好，而且享受上帝予咱的关系，愿上帝亲自赐福。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帮助阮、激励阮。求主赏赐阮好的机会，帮助阮会当掠着伊，而且透过这个机会来祝福人。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